千山萬水盡在心中。有個宇宙比較龐大嘅一個視野嘅，係比較抽象咁表現嗰個水脈嘅韻律同埋宇宙嘅氣魄。個紅點係代表我嘅心靈嚟嘅，咁呢個係受我嘅先師呂袖坤嘅禪畫影響，但係我係用咗一個圓點，係每一次創作佢都有啲唔同嘅象徵，好似一個宇宙嘅中心，亦都係我嘅心靈所在。向大自然學習，將大自然等落個心裏邊，慢慢喺個心源裏邊咧追求自我，我用我法，自我嘅一種探求，自由自在咁樣咧，係好縱心去探索翻色彩啊，同埋抽象嘅線條啊，去表達個心源裏邊心中山水、心中嘅意象。在心嘅品牌其實係總結咗我60年創作生涯，設計又好，水墨畫又好，都係注重嗰個心源。無論我表達啲乜嘢嘅創意，或者係畫乜嘢畫，最重要就係心裏邊嘅感情，同埋我喺生活裏邊吸收咗嘅一啲中國精神嘅元素，或者大自然，或者係我哋傳統嘅水墨畫，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哲學思想喺個心裏邊醞釀出嚟咧，就係好多意象。無論做設計又好，做水墨畫創作又好咧，每一件作品或每一張畫都係好在心去希望做得更加好，而係更加感動到多啲人。光纖係一個非常之優秀，同埋喺世界嘅領域裏邊咧，影響生活都幾大嘅一個科學發明。喺香港嘅科技嘅歷史裏邊咧，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嚟嘅。我都有緣分係認識高錕呢位科學家。咁今次個面料係將光纖同埋唔同嘅纖維咧係編織到出嚟，充分體現到香港個科技同埋創作嘅創新精神啦。我哋處身呢個時代，我覺得係好雀躍，就係咧每個時期都有啲新嘅工具，有啲新嘅成就，而啲成就能夠令我對創作嗰方面咧係擴闊咗個空間。我先去思考人生點樣活得更加精彩同更加有意思。咁我係好彩咧，能夠係向古人學習，亦都要向大自然、向人生裏邊去吸收我哋嘅生活嘅精髓。咁呢個就係我嘅動力。